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是这个台北市信义南松山这区，这纳入双方是当时拢咧做立委的初选民调。民进党争取到提名的台北市议员柯淑华讲，因为民众方疲劳轰炸，所以真侪人无愿意接受到民调，致使这个初选就要延长一天。国民党是毋是嘛有同款的状况呢？争取到国民党提名的市卡心讲，国民党的建本数有够。今仔日应该就是民调的最后一天。国民党第二阶段初选，马为昨17号开始来登记，争取大安区立委的议员蒋派君，甲前议员罗志强，今仔日前后来登记，拢请来到现任的议员来助阵。两个人见面的时阵嘛来握手，展现着君子的风度。升级大安，唯一支持钟佩君。大声喊口号，台北市议员钟派君登记国民党台北市大安区的立委初选，真侪离开帮年港体现任南洋议员，拢来到现场来支持，展现党内世代交替力量。透过这一次的选举，我们要告诉所有的人，国民党的年轻世代准备好。钟派君嘛和竞争对手罗志强握手展风度。国民党第二阶段初选昨开始登记，罗志强登记时嘛找真侪里长，各市议员杨世斗和王馨怡助阵。不过初选到底要全民调，或者是包含党员投票，也未定案。4月25号就会开始进行协调会。坦白讲，目前我没有特别的立场。我个人支持全民调，我初步了解的是这个杨永明老师也是倾向全民调。参选南港内湖游淑慧是和钟派君做伙登记，面对台北市议员邝梅莎当地咧考虑敢要参战，加上已经登记的李干秀，可能会有3位女将先变先。我参加初选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叫做挑战高嘉瑜。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形象比较像。他们两个可能会比较互相去冲击到。不过，信义南松山选区闹热拢伫咧进行电话初选民调，争取民进党提名的市议员柯淑华讲，因为民众拢添甲稀累咧，继续受访，初选必须延长一天，那也敢嘛是有小详进行。是够的，还在努力进行当中，今天应该就是最后一天了。我跟我的选民都会继续撑下去。初选即马当伫咧行，争取提名拿着战将，全部把握机会拼势吹票，就是希望当摕到2024立委选择的门票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